提到國家安全，大家會諗到乜嘢呢？政治、國土、軍事、社會。其實國家安全嘅範圍非常廣泛，以下呢啲都屬於重點領域，大家有冇諗到呢？經濟安全包括經濟制度、秩序、主權同發展安全，係國家安全與發展嘅基礎。文化安全包括文化主權、價值觀同資源安全，係一個國家獨立同尊嚴嘅重要精神支撐。科技安全涵蓋科技人才、設施、成果同應用等等方面，係支撐國家安全嘅技術基礎。網絡安全係信息時代嘅重要性毋庸置疑，係信息社會健康發展嘅基礎。生態安全涵蓋無處不在嘅水、大氣同土地，以及生物物種安全，係人類生存發展嘅基本條件。資源安全涵蓋可再生嘅、不可再生嘅資源，被視為國家嘅戰略命脈。核安全事關人類前途命運，包括核材料、設施、技術、國際安全等等。海外利益安全係要維護海外中國公民、機構、企業嘅安全同正常權益，以及海外戰略性利益安全。呢個係高水平對外開放嘅必然要求。生物、太空、深海同極地屬於新型領域安全，病毒等等生物威脅已經成為全球治理嘅新課題。為咗保護民眾健康，維護國家長治久安，生物安全亦都被納入國家安全體系。太空安全、深海安全同極地安全都係未來國際競爭同全球治理嘅新焦點。維護中國喺太空、海底同極地嘅活動安全、資產安全、利益安全非常重要。由此見到，國家安全其實涵蓋生活嘅方方面面，同大家嘅切身利益息息相關。